今集要介紹 plosive consonants， 中文叫爆破音。咁大家可以 screen cap 呢張筆記先。咁總共有6個爆破音嘅，喺英文入邊有6個爆破音。我之後會逐個詳細咁介紹。咁其實咩係爆破音呢？聽個中文名大概都估到啦，就係佢會即係發呢啲音嘅時候咧，會經歷2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叫 closing 或者叫 stop。呢一個步驟裏邊咧，就係口腔入邊某一個地方咧係緊合嘅，令到啲氣流咧停止流動。好，第二個步驟咧就係將呢啲氣流咧釋放出嚟 release。第二個步驟就係叫 release 啦。咁我之後嘅片咧就會6個音詳細咁樣介紹佢個口型同埋嗰個發音噶啦。